有地位，讲台语，黑百万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新家。阮是心灵高中惊叹家，唯有生存，风铃心灵。好，来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这边的酒队。大家好，阮是酸呀酒，酸呀，世界第一等。好，来咱这边上擂台，呀！谢你哦。来，好，来跳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介绍阮去做的队长哦。来。好，来阮的张文伟。欢迎伟啊！嘿，来，伟啊，今日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三巧的张文伟。第三跳，对，啥呢？第有啥三条物第三？这就要看咱的节目才会知影。这无使知影就对啊啦。哦，咱是有任务来，等下等我介绍咱的任务咯哈。对。好，来欢迎你哦，来第二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头毛上长的永玲。哦，杨玲。对。好，来欢迎你哦。好，来第三位。大家好，我是上古水的周武峰。哦，讲了袂歹哦哈。好，来欢迎第四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心机心机足重的快手游啊，心机。应该是心机啊，心机足重的，心机哦足重。哎，毋过袂歹，少年人的安尼学台语较想也袂歹，学较紧哦。吼，是欢迎你来，今日有任务来，什么任务来？咱公司做的一个节目啊，人即摆做第二季啊，吼，来，阮队长介绍一下。咱心理高中惊叹车是一个高中的推理竞赛节目。哦，推理的。啊，内底是专门要创啥？咱会办足侪案件。哎呦，我看到你看迄个有老虎的呢。哎呦，因为即马吼，高中也是国学啊，是啥吼，拢会有种人讲的霸凌啦，是啊，内面一概有什么事件发生，啊，恁去办案的意思对吧？上重要的是你当时咱伫11月1号。11月1号。对，然后伫小公司的 YouTube 还有。对 YouTube， 然后同步上架。哦，伫11月1号起，每拜六的暗时啊9点。哦，拜六暗时9点。拜六暗时9点，伫咱的小公司的11月1号哦，会记哩哦，伫咱小公司哦。好，来欢迎你咯。等一下好，我甲台语讲一下哦。好，台语袂歹哦，连讲恁就用台语来办案。加油！好，来，阮这边好啊，换恁哦。还是刷来欢迎阮这边的酸呀酒乐团，欢迎咱队长赵志。大家好，我是最低，我是唱歌的。最低对，救急啊！哦，介绍你的好了，我队员。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吉他的蔡友伦。哦，大吉他友伦。是。好，欢迎啊，搁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拍鼓的黄姓弟。哦，姓弟，欢迎。好，来搁啥来去？我是大贝斯的李宏达。是。最近恁敢有出唱片啊？有。咱10月31号暗时12点。暗时12点。嘿，咱会发行阮的新歌《风》。叫做风，一年叫风。哦，霹雳风嘛。对。赞哦。这是一首写点睛的歌。点睛。嘿，咱拢有一点啊。一寡话，你免看，我甲你讲出来。嘿，一寡话无讲出来，爱讲出来就对啊啦。你知伊个迄咱平时拢爱较早摆下来。对啊，我是讲。摆下放在顶管。哦，所以一直在看顶管啊。对，你免看，安尼伊甲念会出来，是有看到吼，有看到就好啊吼。好，会记哩，甲咱讲者几号？10月31号。10月31号暗时12点。12点哦，风阮要出来哦。是。哈，会甲阮支持一下嘿。好，进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抱歉欢迎来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青春少年好时机，演戏唱歌拼台语。演戏啦吼，唱歌拢来拼台语啦吼。不过要拼哦，无简单的，100万真正有咧。一只来请看，100万现金哦，100
爸爸对因来讲应该是真好用哦，真多啦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饼。好，来台语心事大调查，要调查啥话咧？啊，阮这回合哦，就是甲心事找出来，啊吼，看卖安怎讲是上侪人调查了选的迄个。是，好，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拢中3题， 3题，那拢要着上侪得到6000块哦，6000块，哦先把6000块摕起来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出题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吃瓜群众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吃瓜群众哦，哈，美秀这边是鹰人，哦，是食龟，即马都是食龟人，伊只食龟对吧？吼，拉板凳，嘿，啊，我伫边看看烧的人，哦，就是无代志的人，就是鹰人嘛，是，所以讲我的答案就是鹰人。哦，啊那阿雄，我的讲法叫做看闹热的，诶，嘛是袂歹，跟我拄啊嘛意思同款。譬如讲人即马咧烧拍，还是车啊，火，咱就今日去看对啊啊。，斗闹热有哦，哦，一直安尼好事上，迄就是斗闹热的。是，哎呦，啊，到底是美秀的鹰人，还是我的看闹热的咧？嘿，来两边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演一边。哦，哎呦，袂歹哦。讲有迄落，我嘛是感觉你会看闹热较好落啊因。为以早阿公阿妈拢安尼讲啊，莫去斗闹热，莫去看闹热。是，无毋对。好，来咱这边看这边呢。你讲，小雨阮。想讲赢人就是赢无代志安尼。嘿，哦，但是无一定有咧看就对了。嘿对。哦，是，来一轮。因为我阿嬷常常咧讲，看老咧，看老咧，看老咧咧。因为所以我感觉是一个。啊，毋过这答案到底是我的赢人？还是我的看闹热咧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看老热的。评论加票，分首先。好，因为这看老热，足侪人讲啊，另外还有一个词是斗老热，其实拢会当做伙用啊。因为少年的可能较爱这个，啊，若斗老热，咱台语还有一个叫做红目乌啊，伊就是目睭拢迄个红目膏嘛，吼啊，所以红目镜啊，拢爱去人做啥物代志，拢去斗老热安尼。来，请出销。来，咱请出销，我们出题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苹果派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美秀这边是捧果饼，哦，是啥那叫捧果饼？伊就是捧果去做的嘛。啊啊，毋过你甲看者，下底迄个这上下底这哦，个，这个。食起来敢若饼咧。啊。所以讲，我的答案就足简单，就是捧果饼。嘿，啊那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是红果粿。粿跌倒，哎，因为就亲像菜头粿是嘛咧高高啊，诶，啊 QQ 啊，欸啊你看伊内底捧果了要切落时，伊嘛是安尼。而且捧果啊，你两个弄较熟的吼，嘿伊软去。啊软对啊，嘿就甲菜头粿共款。哦，到底是我的捧果饼啊？啊是我的捧果粿咧。好，来两边咱请选择。我是感觉阿姊开始，我感觉因为你会用烘的嘛。是。嘿，零的，因为零咱讲一个，粿食起来较软，较软，嘿嫩较软。长期炒啊粿，哦，超啊贵，哎，有印象哦。厉害厉害。嘿，啊那饼食起来就较较较脆脆，嘿。好，啊那咱拄啊看顶面的迄落，性地，嘿，性地，我想讲饼感觉较甜，啊我饼较甜，伊后底另个看起来软软的，啊那贵。嘿，哦，所以就是像我讲的高高啊，对软软啊呢对对对对。嗯，哦，有的人看形啦，嘿啦有的人看感觉。口感。是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哦嘿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捧果饼。哦，这款互你用着啊吼。好，捧果饼
占的比例是70.8%，啊，膨果粿是29.2%，所以其实拢有人讲啦吼，啊饼有影是较好食，啊啥那叫做就是这个膨果饼，当初因就是为英国去美国的时，坐迄个5月花号，就是 Mayflower， 就是5月花迄只船，啊去到遐是因有炸一寡做这款饼类的这款原料，啊所以有膨果啦，啊有一寡梨啊啦，迄款种子，啊伫遐因为因伫咧东北边遐足寒的，吼啊因为因有种这的物件，啊因总有物件通食，所以因的感恩节的较有食火鸡，搁食这款 Apple pie， 就是膨果饼这款迄个风俗，伊的来源是安尼。第三题要拼输赢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小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开箱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。开箱，即马真侪少年人拢伫网络顶面啊，买物件。喂，我讲我要迄落开箱啊，哦，是我这边较简单啦，颠簸。哦，因为开箱，伊迄个动作开内面的物件，应该是拢足奇怪、足特别的。嘿，啊，是毋是摕出来？我就是要甲恁点。哦，我有这种物件，我有这个包啦，我有这个什么货啊？啊，这个红啊，什么？嘿，所以讲简单就是颠簸。哦，颠簸，这介好呢。是颠簸。我啦这边吼，我是照你的去翻啦。是开箱，所以有做现箱啊。现箱啊。开嘛。迄嘛是合理的啊。甲箱啊掀开啊。嘿啊，现箱啊。但是你颠簸介赞呢。哦，我会较喜欢啦。袂，你是足符合这个行为。是，看要送我的颠簸较喜欢。啊，是我这照你翻的现箱啊咧。来，两边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边。哎呦，足认真咧想哦。哎呦，是哦，风险门贵不要紧哦。哦，好，来，咱小友这边的。颠簸感觉是颠出来互大家看，对，感觉所以咱先送这边。好，不过这边拢是我这边的颠簸。哎呦，我感觉现象啊，感觉就拍开互人看尔，无分享的感觉。哦，无分享的感觉。无点，无摕出来互看，只是拍开尔。因为要开箱应该是拢是点的较济嘛。对啊。就是要点这个物啊，互你看。哦，好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现象啊。现象啊占62.4%，啊颠簸是占37.6%。啊，其实伊本地意思就是讲一种发表，一种小改，好，所以咱就是甲迄物件摕着了，啊，就是一层一层，啊，甲拆开互看安尼。啊，咱以前拢讲开箱啊，还是现象啊，总共一句就是互大家去了解这个物件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紧来看咱的分数，换星队。星队即摆有5千。哎，袂歹，咱的奖队咧。哦，嘛有3千哦。哦，好，紧来咱的第2回合 AI 试光机。试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是，等下就要带恁去看过去。咱等下有一个影片要互大家看。是，所以等下要斟酌看哦。吼，好，啊，咱分数啊算。咱这回合吼，拢总4题，每一个人拢会使起来回答。啊，若是奖金拢摕到上侪12000块。哇，12000块，每一个人拢有这个奖金哦。听我讲，车手台的时阵，咱紧日甲吹起了，看速度的哦。好，来，头前的互恁先提示哦。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即马刷来要带恁来看是一个所在，一个建筑，就是过去吼，伫咧咱台北市还未有干到大桥的时阵，迄个时阵的相片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哎呦，哇，这个还得记住啦哦。对啊。还未有大桥嘛。有这个画面哦。嘿，还未有大桥，所以你看咱啊靠坐坐啊，对无？是。哦，安尼我知影咧倒位啊，哦。哦，真怀念哦，这个画面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
今日带恁来去淡水八里佚佗。咱头拄看到就是古早时阵吼，淡水甲八里迄个时阵还无迄个干道大桥，因拢爱靠坐这种交通工具来去。你会使讲出来这是什么交通工具无？交通工具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袂歹。即马这吼淡水还佫有，阮这边吼，好来。渡轮。哦，渡轮。讲较清楚诶。渡轮。袂歹哦。好，来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渡轮。渡轮对唔对，老师？对，正确。因为迄当阵除了你过摆，你就是渡轮，因为遐是出海口足快，所以基本上爱用较大只的船，所以就是用渡轮。啊，即个物件咱若简称就是讲船啦嘛吼，啊，毋过渡轮是搁较好，因为咱有一个梯度迄个词吼。啊，即个迄个干道大桥是伫个民国72年1983年10月是开通的，啊，伫进前伊就是用即个民间落去经营。啊，用即款，不管是接下班啊，还是安怎，较唔免讲坐一大人安尼。嘿，好，多谢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今日换人。不要紧，手放在两个点面咯。加油哦！哈，听我讲哦。来，上个咱请的是。是，刷落来吼，要带恁来去看的是古早街仔路的相片。咱等者会看到吼，甲一寡迄个器物啊、衫椟吼，拢会。全部塞咧街仔头的相片哦。是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这我有印象哦。哦哟，我有印象哦。你看那衫椟拢塞咧街仔头哦。对啊。哇。哇，拢白白规街仔咯。哦，足多呢，哇。旋转吼，系啊，想一个哦。好来，手放好，我要出题啊哦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哩，咱头早看到是古早的街仔路的相片，你敢知影？因即马吼是咧替咱这查某囡仔准备什么呢？哦，准备替查某囡仔准备物件哦。准备什么呢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就是紧来加油啊！就是来。准备嫁妆，哎呦！你念个念较清楚诶。嫁妆，歹势，嫁妆。好，是你哪知影？啊，我摇的，你摇的。因为替查某囡仔传的嘛。对啦。是，好来，你会记得哦吼，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嫁妆。来，老师嫁妆对不对？对，正确。有一句俗语讲，查甫囝得田园，查某囝得嫁妆。吼，因为以前重男轻女嘛，吼，啊，所以因咧继承的是查某囝嫁出完全拢无像即马拢公家安尼，所以因有一寡爸母就是惊查某囝无分到遐个财产。所以因就互因做侪嫁妆的，啊，佮有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当时嫁过了后，啊，迄个翁婿若较早过身，才嫁妆，包括伊一寡钱啦，也是讲伊迄烫书啦，也是讲伊内底甚至有迄款教因要安怎做产气的迄款图，也是一寡里里扣扣足侪物件。因拢查甫迄边袂当甲伊摕，嘿，啊，即个查某伊得当用这个钱，因为以前。过身去，你共款袂当搁改嫁嘛，你一定爱带遐丈夫长子，所以伊就用遐嫁妆的钱落去过生活。好，袂歹，即摆6000，甲咱的8000，差点2000了。进来换人。好来，要巧看这就知影哦。是。好来，上个咱请的是。好，刷来要带恁来去公园啊，坐看卖哦。公园哦。咱刷来要看的吼是满山的杜鹃，啊，佮有樱花开较水的画面。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哎呦，哇，水哦，这个喷水池我知影哦。
啊，这大家应该搁较知哦。哦，这时间出来就知影啦，哎呦。哦，真正有影吼，迄记忆拢转来哦。对。吼，以前去遐就是要看这个。一个时间好，来唱歌好哦，我要出题啊！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今仔日咱要来去公园啊佚佗，伫日本时代，这叫做草山公园。啊，你敢知影这个公园即马叫什么名呢？哦，这个公园叫草山公园进前哦，即马叫做什么名？足有名的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嘿，不要紧，你去不完啦就好，去完啦就好。来。这个伫咧阳明山对无？念较清楚。阳明山。哦，好，你确定捌去过吼？嘿。好，来大声甲老师讲你的答案。阳明山。正确。老师嘛，甲你让一个哦。日本的草山嘛，所以迄搭足侪草的。咱台湾的号名就较好算，就叫做草山。啊，毋过伫个1950年代，就是为着要纪念即个王阳明，因为咱较侪中国的迄个书刻入来了后，就感觉即个足有智慧的，所以就改改做，其实应该叫做阳明山。啊，毋过因为咱拢会较定定用咱的白话音来去讲，所以阳明山。啊，阳明山足侪人就拢南做伙，啊，所以你若要讲吼较白话是，你拄则讲的阳明山，安尼较好。吼，即马6000甲咱的万里，哎呦，差5000呢，愈来愈远的命乱，不要紧，搁拼就对啊。好，来咱纪念活人。好，来，真正要赞啊哦！好来哦，来哦！好，来，请问咱啥提示？是，刷落来吼，要带恁来看的是快乐的囡仔时代记忆。哦，囡仔时代记忆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以前公园拢安尼啦。对啦，四个拜拜就在做生意啊。对。咱头早看到的就是吼，哎，囡仔手提圆箍啊有无？用钳的甲弹入去，套迄个杆啊。你敢知影这个游戏叫什么名？套圆。好圆，哎，其实袂歹听呢。夜市啊，也是公园，常常会看到游戏叫什么名咧？好，来，真正要赞啊哦！好来哦，来哦！好，来，请问咱啥提示？是，刷落来吼，要带恁来看的是快乐的囡仔时代记忆。哦，囡仔时代记忆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以前公园拢安尼啦。对啦，四个拜拜就在做生意啊。对。哇，这真正有影真好的记忆，即马拢无啊。对啊，以前若是庙的，你无咧闹咧的时阵，哦，遐一单，遐一订，遐嘛一单，啊，什么物件拢有安尼啦，是。好，安尼敢若拢讲答案的感觉吼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来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今日要带恁来去路边搭佚佗。路边搭佚佗。咱头早看到的就是吼，哎，囡仔手提圆箍啊有无？甲迄个要套的迄个杆啊，安尼用钳的甲弹入去，套迄个杆啊。你敢知影这个游戏叫什么名？哦，游戏哦，有安尼弹入去的，叫做什么名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小友来。套圆。套圆。哎，我以为知影，我准备好啊。套圆。套圆。哎，其实袂歹听呢。袂歹啊。套圆，你确定是套圆？感觉。好，来，要讲啊哦。大声甲老师讲你的答案是。伊最大声啊，记录看，伊最大声。套心，还是套啥？来，大声讲。伊爱心啊，伊爱心。套圆对无老师？我爱你，毋过毋是。伊这爱心比较大声。好，来，机会让我你啦。兄弟，来，套圆箍啊。哦，套圆箍啊。是。答案甲老师讲。套圆箍啊。套圆箍啊，对唔对，老师？对，会使。哎呦。
好，因为这名称拢有人讲特裤啊，有人讲布裤啊，有人讲布裤啊。啊，因为拢圆形的，啊，咱其实裤啊是一种简称，所以你讲特圆裤啊，还是布圆裤啊，这拢会使。啊，布迄字就是咱团布嘛，所以迄个布就是甲物件用出去。所以咱细汉啊咧耍游戏，有当时爱布网嘛。网就是迄款一块石头啊，还是啥啊，当做你迄国的代称，啊，就甲报出去。好，所以即个物件咱拢会当安尼讲。啊，当初即个有当时有人嘛讲特干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初发明即个游戏的是，大家拢看较会着酒干啊，还是汽水干啊，啊，所以迄头家就拢菜干啊伫遐。啊，毋过伊要你报着会当送啥物物件，伊就藏伫迄个项物件后壁，所以就是讲对时代咧变。啊，毋过基本上伊的原型就是叫做布裤啊、布圆裤啊、啊特圆裤啊，安尼。好，好来，即摆进来看分数，来看阮先队。先队即马有11000。好来，咱来将队诶。将队有9000哦。好，进来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圆裤啊，是门口内面就是奖金啦，是的，哦，金炭啊、碟啊，啊个啥？高湾、西武、军山、是文昌、这里酸啊。好来，啊，咱这哦，就是讲哦，有2个原则，有一条救命的，又较救人的机会啦。啊，咱就通啊斗3工来回答这个答案哦。吼，啊，第2就是讲分数较少的人吼，咱通啊先来选。哦。意思就是讲，他甲15000先摕起来，没错，看15000伫倒位哦。好，来，咱开始哦。来，咱即马，咱上队，咱通啊先选哦。是。要选倒一个？倒一个？酸呀，酸呀，哦。酸呀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酸呀奖金有偌济？5000。哦哟，5000袂歹，卡去嘛是赢过去哦，我踏过去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无共品种好食的酸啊？亲像苹果酸是啥物品种呢？伊是爱文、金红还是土酸啊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捌食过无？应该知影啦吼，苹果酸。伊爱文、金红还是土酸啊？哎呦，好来。爱文。爱文，捌食过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爱文对唔对？酸呀酱丢，哪一分数？终于得到5000咯！好，酸呀酱足高唱，答案嘛是足高想。哎，真好。迄个爱文吼，因其实咱土酸呀了后第2个品种就是迄个爱文。啊，因为伫迄个时代，咱土酸啊就是草仔色迄款啊，酸。啊，即摆拢有咧做情人果，就是迄个酸芽青嘛。啊，毋过爱文就是大家感觉迄伤酸，怎啊发明一个就是接尾安尼变做一个新的迄个爱文。啊，因为伊红红啊那苹果，伫迄个时代苹果阁是足珍贵的，啊，所以大家就甲伊叫做苹果酸。嘿，啊，因为酸芽咱是算做是热带果子，咱台湾的酸芽足出名的，好，所以酸芽酱赞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好来5000先摕去啊，已经赢过来咱搁有哦，吼，来免惊。要选倒一个？金炭。金炭，咱们选金炭。好，来咱来看一下，金炭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有7000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世界有名的侦探小说有真多，啊，英国的福尔摩斯就是职业的侦探，啊，你敢知影？法国的亚森罗平，伊是贼啊还是医生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亚森罗平啊。哎呦，刚刚是，我刚刚是贼啦，啊，毋过我选医生。哦，是安怎嘞？你感觉是差啦，但是你选医生，因为我互家己有一个台阶下。你唔免呢，唔免呢。
你感觉你的答案是啥就好，唔免无什么落啊、藏啊累啊吼。啊，万不利你家己的台阶讲掉咧，是毋是国家？医生，医生啊！医生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医生对唔对？啊！你今晚要落倒，对啊，死啦！讲掉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解释就知影。来，老师，好，这是一个法国作家笔下一个侦探，吼，啊，伊是一个贼仔。伊拢去摕一寡物件，毋过伊会去帮助一寡较善车的人，所以伊家己个头壳足巧的吼，聊天点个伊比聊天点较缘投，因为法国的因的绅士也是因迄款浪漫啊优雅，是大家全世界拢足介意的，所以伊就是想代志，也是做代志，也是家己的清采，吼，也是讲伊甲人咧讲话足尊重人的，所以就足侪女士。拢足介意伊的，吼！啊，你会甲要做医生，是因为咱另外有一个伫网界内底迄款人物叫做怪医 Jack， 所以迄是医生。虽然因有当时拢会是足怪的行为，啊，毋过咱即个侦探亚森罗平，伊是一个贼仔，有道理哦。好，来换你啊！叫来啊，拼过，即马啊个敲车敲到远。是。高湾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高湾的奖金有偌济？哦哟，9500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高湾18watts是真水真有名，但真危险的公路之一。你敢知伊是伫咧中华公路，还是北宜公路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来。哎呦，北宜公路，你有行过？有。用行的。啊，无，跳倒摆啊，跳倒摆，少年人啊，啊，阮有一条歌就叫做高湾18万，哦，高湾18万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北宜公路，北宜公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北宜公路对唔对？哇！好，分数。终于得到高清咯！哇，变盘，大变盘。这叫做北宜公路，吼，因为就是为台北到宜兰，所以咱的号名拢是安尼，吼，台湾的路拢是，譬如讲，你若准讲是迄个罗斯福路过。北新路就是台北接新店安尼吼，啊以前大家要去宜兰拢是行这条，而且到高湾18watts的时足危险的，啊搁遐足侪鬼仔故事的，啊然后到遐的时看到孤山岛，就感觉宜兰到啊，啊就足安心的，啊搁看到款大海的空旷，所以伫高湾18watts迄搭有足侪故事、足侪感情伫遐，尤其是对宜兰人来讲，有当时离开故乡，毋是像即马要等伊遐近，所以因去到遐会感觉为故乡流目屎的感觉，啊，我们要登去花莲嘛是拢为遐去，就是爱使足久的。好，来换你啊哦，万五还袂出来哦，要倒一个。关山。滚啊，滚山，滚山，你感觉是滚山？好，来，咱来看者滚山奖金有偌济？5万2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个所在以前叫做君山，因为迄个山形看起来亲像人的拳头母，伊就是今卖台北文山区，还是新北市的金山区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是，好来，是台北文山区啊，新北金山区。救人哦，万年一定爱救啊啦！来，恁知影无？我嘛唔知呀，我唔知，我唔是台北人。哇！啊，像小友咧，小友你倒位人？唔知。你嘛唔知？哦。哇！啊，无就用投票的啦。我是台北文山区。你讲文山区？哦。看你啊，即马都赞同你啊。对上文山区。文山区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台北文山区对唔对？来分数，终于得到1万2哦！
侦探第三巧，真正是足巧，因为迄音足成的啦，吼，滚跟文嘛，啊，是安怎会改做文山区吼？就是因为迄粒山的形，就像一粒拳头安尼，啊，迄以前伫日本时代嘛，真正叫做拳山堡。拳头山堡的意思，包括即个景尾啦吼，啊目沙啦，啊个深坑啊遐拢是，啊毋过后来就是伫个79年的时，咱干那迄个景尾个目沙才叫做文山区，啊因就是用即个名啊落去。用安尼，啊，石顶啊遐就变做是，深坑啊石顶啊遐就拢变做新北市的，嘿啊，所以这是因为名本地拳头无好听，那像足雄的安尼，啊，咱就改足雄的，甲变做足文的，所以咱就叫做文山区。是。好，来换你哦，只有钱。啊，够万五的哦。够万五。啊，有1万的哦，但是嘛有1000的哦。文昌。文昌啊，文昌，哦，文昌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下文昌的奖金有偌济？5万哦，哇！好，来，加油哦，请出题。请问关老爷甲诸葛亮，倒一个是儒释道三教拢有咧拜神明，而且吼，伊个是5文昌之一咯。哦，5文昌哦，好，来60秒的时间，是。来，救人哦，救人，救人哦，这一定爱救啦，救人啊，是，救人。我感觉是关老爷，关老爷，你感觉是关老爷？你有拜拜无？甲阮妈妈去拜拜时阵有看到关老爷，啊无，你看妈妈去拜拜有看到，安尼就较有印象啊，是，所以你感觉你的队友的。答你感觉安怎？关老爷，你要相信伊无？我要相信伊。哦，你团队一定爱相信。多谢。好，确定是关老爷。呀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关老爷对唔对？啊，老分数。恭喜你了15000咯！赞哦！这个关老爷就是一般人讲红面嘛，吼，是啊，也是就是迄个困喙手安尼围困的吼。啊，毋过你若去拜拜的时，有一种你注意甲看，伊有举伊的关刀，吼，啊，迄就是武关老爷。啊，你去咱台北市这文昌宫落去看，伊是特册，所以是文的文关老爷，所以伊文武合一，这是迄个儒家因要爱追求的一种咱人的迄款平衡中庸嘛，吼。啊，伫迄个道教迄内底，是因为伊是一个武功介强的人，所以伊伫个天公伯啊，就是玉皇大帝边啊，一定有拜关公。一定有服侍关公，所以伊叫做协天大帝，就是协助即个天公来去管这一寡正义的代志。啊，然后到佛教的时，因为伊足正义的嘛，所以伊的忠义伫咧佛教内底，感觉是一种慈悲。所以咱即个儒家、佛教啊个道教，全部拢甲伊奉做是一个正神，啊而且是介好的神。够1万哦，够1万的哦，加油哦！你来算。对啊。西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西武的奖金有偌济？有1万哦，袂歹哦。来，加油！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这阵啊，社群顶面流行西武复兴运动，以前的人讲 LKK 就是老 Coco，啊，你敢知 SPP 是什么意思咧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这可能得咱这辈，还是因这辈才知影。救人哦！起来，时间到了，起来！救人啦，起来呀！你感觉是啥料？下趴趴。下趴哦，下趴趴，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下趴趴对唔对？以前人讲 SPP 是什么意思咧？请问，这阵啊，社群顶面流行西武复兴运动，以前的人讲 LKK 就是老 Coco，啊，你敢知 SPP 是什么意思咧？来，60秒的时间 ，SPP。哦，这可能得咱这辈，还是因这辈才知影。我唔知。
救人哦，起来到，起来。救人啦，起来啊！救人救过啊，嘛拄啊，哎呦，救过啊啦！是 SPP。SPP。你感觉是啥？下趴趴。下趴趴。下趴哦。下趴趴，哎，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下趴趴对唔对？哎呀，这真正敢若咱的这个年会该会知影。正确答案是松片片，俗气啦。啊，松片片的意思就是足爽的，后壁迄只是特殊会较加强的。啊，咱语言内底有话语，佮有诗语。啊，话语就是讲伊一直发展，一直发展。啊，当初是安那甲这变做讲伊即马是诗语的复兴，就是较少人讲啊。毋过最近佫开始有人咧讲啊，吼，所以就叫做诗语的复兴。啊，像即款，伊有当时用迄个头音、头韵，吼，譬如讲这个松片片，啊，若水当当就是迄个 SDD， 啊，拄则有老扣扣嘛，啊，像阮的会是欧巴桑，阮的 OBS 欧巴桑，啊，佫有另外一种。伊就是甲两种音甲合起来，所以不一样。伊就是用伊的迄个声母甲伊的韵母，总啊变做变。哦，好，就变诶，就不一样，好，很不一样，就特别的意思。变啊，所以语言其实拢足趣味啊。恁做歌的时嘛，当甲更济。好，多谢。好，是这样子。希望哦，这样对恁有帮助吼。来，笑字，今日来个算一个。1000甲3000的哦。哦，嘛袂歹哦，他可以是4万出哦。结字。哦，这字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这里的奖金有偌济。1000，袂要紧咯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7月半是中元节，啊那8月半是什么节呢？好，来，10秒的时间。来，8月半，这拄仔才过年哦。对啊。情人节，歹势。8月半。8月。不是。中元节是7月半。中元节就7月半，啊8月半是什么？中元节。重阳。重阳。啊，你说是重阳呀？对。中庸节啊。对。中庸节呀。对。你认为是中庸节？对。对。好，中庸哦。中庸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中庸节对唔对？哎呀，过紧张呢。好，迄个半是15一个月内底，初一15的15。啊，迄个咱一般就是讲，日子有分上元、中元，啊个下元嘛，吼，还是下元嘛有人讲。所以上元就是元宵节，旧历的哦，1月15。啊，中元是普渡7月15。啊，下元是迄个水节。就是迄个三官大帝保平安的，迄天是平安节，伫咧10月15。哦，啊，中秋8月半，伊是8月15嘛，啊，就是中秋节。拄好食月饼、拜油啊，迄个，所以答案是中秋节，食月饼油啊的迄个。嘿，好，多谢。谢谢老师，无唔对，爱你对较会记。半就是15啦，半就是15啦。对。好，来第二个。顺利啊！哦，加油！来，看下第二个奖金有偌济，3000个打去，嘛是袂歹的奖金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德北伫咧新德县，啊，毋过德南就无咧新德县啊？你敢知影德南伫咧什么县市咧？来，60秒的时间，是德南哦。系啊。5、4、3、2。加油！可唔可叫啦？哈，德南。这应该足简单的啦。足简单的，就是迄2字啊，德南吗？不要紧，你讲搭一个关系了嘞。来。幼稚哦。桃园水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桃园对唔对？
啊，就是伫电缆吗？新竹的南平啊。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来，老师。好，这个答案是苗栗呢，嘿，所以伊是伫迄个是安那叫做竹南，因为咱新竹古早的地名叫做竹潭嘛，竹潭，吼，啊是伫这个竹潭较偏南的所在，啊，所以咱就是讲。因为以前的范围甲即摆范围无啥共哦，伊规个新竹厅是足大的哦，吼，啊，所以伊差不多迄个位置就是即摆伫苗栗县的所在，啊，所以咱来经苗栗，袂当经新竹，嘿，就是古早地图甲即无共的意思。是，好，多谢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已经是高速公路有啊，已经苗栗，对，无唔对。好，来，咱今日看分数，看阮星队，星队即马23000。哎，啊，咱的将队咧，哦，即马38000哦。哦，牛哦，好，起来，来1秒，10,000支。1秒10,000支，看图有俗语。对，等下有一个图互恁看，是，迄就是咱的俗语。没错。啊，你要斟酌看迄图到底什么意思？是哦，是，安尼分数安怎算？咱这回合吼，就是干那3题尔。3题啦。是，啊，恁头拄啊吼，奖金是咱38000块嘛。38000块啦，3题咱这算秒的嘛。对。那1秒就1000块。1000，所以有38000。哦，38秒。38秒，是啊，3题呢？是啊。安尼无够啦。无够，搁添30秒，变68秒，好哦，因拢有定所以讲恁大家吼看到127，吼讲到啊上会停啊，上会，咱请出题，嘿，10个理由。哦，no lose 哦，嘿，什么意思？有看哦，两边拢足多人有啊，嘿，有啊，哇，这三位，什么点？来看，什么看？有啊，拢总38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咱这回合吼，就是干那3题尔。3题啦。是，啊，恁头拄啊吼，奖金是咱38000块嘛。38000块啦，3题咱这算秒的嘛。对。那1秒就1000块。1000，所以有38000。哦，38秒。38秒，是啊，3题呢？是啊。安尼无够啦。无够，搁添30秒，变68秒，哦，因拢有定看，所以讲恁大家吼看到127，吼讲到啊上会停啊，上会，咱请出题，请看，来，咱有6个字，6个字，来，看到啥货？讲啊，我唔知，你看伊是咧创啥？我教老，哦，正哎，因真正拢无甲秒数看伫个眼内。是啊，哎呦，这走真紧，你知影？走足紧的啊。是，拄啊60几，68，起码56。哎呦，12秒去啊啦。对，这活够老，学够老啦。好，来第2题啊哦。第2哦。嘿，来即嘛有56秒，来第2题，请出题，请看，嘿，10个理由。哦，no lose 哦，嘿，什么意思？有看哦，两边拢足多人有啊，嘿，有啊，哇，这三位，什么点？来看，什么看？有啊，两边要拼赌的时阵，什么输丁歹看什么？记得10个字，输人输丁歹看面，正确。真正的输人唔输阵，输阵歹看面。这就是咧抢赌拼输赢的时阵一定的啊。无唔对，来，咱即马看这秒数。哦哟，够34秒啦。 34秒，所以讲咱一定爱把握，上尾一题，通常拢会甲恁有一个真侪分数。加油哦！甲奖金摕转去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第3题啊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这看4个字。你创啊？你创啊？伊即马是安那？软土生绝，狗，人头行滚，啊，正确！救济。安怎？你在困哦？我唔知啦。听啦，听较慢啦，所以讲伊唔知影啦。阿姊，我发现游轮哦，游轮伊有讲出正确的答案，但是华语的，软土。伊是用安尼配合嘛是真好啦，吼，嘛是安尼配合真好。好来，即马上重要来看咱的秒数。好来，来看这。哦，袂歹，够24秒哦。所以24秒奖金就是24000块啦。
今日去颁奖。来颁奖！恭喜啊，24000块啦！啊，还有一个金牌哦，代表恁进入复赛咯。哦。来挂掉，你嘛无爱哈？无爱害我哦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王秀荣老师辛苦咯。多谢。三家有地位，到顶变来去。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。哎呦，恭喜好赛嘞！哎呦，赞！软土生绝啊！赞！谢谢，老师谢谢。谢谢，收拍算啊啦！谢谢，